日我是要来甲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《六祖坛经》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，已经解说到正第五页，已经解说到正第五页。对头算落来就是解说到第三页，对头算落来就是解说到第四页，就是解说到当前上集三，即马应该连续的解说，因为这是干部指教福建大幕。你是违法表彰司机，干呢就是来指这个时间，时间呢无指教，这个无就是修饰，就讲这个时间呢，新王的用作来师指导伊的言教。就福建大陆，这个福建大陆呢，从伊本来呢，伊这个地理了解，但即马忽然间呢，变了了，所以就叫做福建大陆。这个福建大陆是咱平常所讲的方言讲。意思，你是违反标准司机，你是就是讲来向着做但是顶礼，是呢就是讲开啦，该顶礼了呢就该识别就犯，这个犯呢就是意思，就是讲这个犯。这个规范的就是讲，就安尼啊，就登去甲法律内底，就是讲将男女交甲放等用。恁讲表造司机，这个表造司机就是讲用这个表来造，用作师所该教导，也是讲所该开始在。在过去，在礼貌上，大神对皇帝的启奏，拢有一个表彰，就是一个赞奖。那这呢，也不是等于咱民主是一个国家，咱民主是比如讲，在政府的所在，下面讲特别政府的官员。下面呢，我要来向顶提出报告。但是咱重要的所在拢是写报告书，所以这个表造呢，若是等于就是叫做报告书，就是讲这个时间等于了后呢，就向皇帝来报告，伊来找来使经过伊就甲来所来报告。伊咧讲伊咧九月三日有诏将书院书是罗辑为领袖国之方言，书若正义福建业，千用大圣还主心当不平反，时间传书之心见。因即先续就成经，得书出世，本无上善，甘无言说，顶大义，并服罗人阿三，入水长wat却小舟起事，修成事故，事事如意，各因事。这段应该就是一个总结文。
在这个总结论的所在呢，就是说明讲，中宗皇帝对着作为大师的这种因是影响。既然9月10日，就是讲在迄年是倒一年呢？就是中宗皇帝新六元节。中宗元中宗皇帝新六元年，那就是西清康末。也本来呢，在一年的上半年，就是讲15，伊来叫这个时间呢，请做师，但是呢，要做会堂大师唔肯来了啊，在9月3日，伊又在下诏，这个诏是那这个诏呢，就是将书法，这呢就是一种对要做会堂大师的嘉奖啊。这个字呢，那就是皇帝对人讲唱字啦，就是讲这个皇帝呢来嘉奖要做会堂大师，就讲啦，讲书是多一个，为人是多讲一个，书是一个书。讲着做会堂大师来教是安怎呢？讲到这，因为伊唔肯去帮，唔肯应中宗这天邀请呢，都袂有一个理由。这个理由就是讲我年纪真大啊，我身体够好啦，我来提示所以做这个代志的这个时间标准，标准讲本来嘛，请着做会堂大师。着做会堂大师呢，伊也是真诚意，要爱来去坐会身体好啦，所以就来啦。因为有这款的表照，所以中宗在这个诏注中才讲做书是多节，讲为人是恶。那要做会堂大师呢，伊讲我最好呢，就是在我这个山路时期啦。这个中宗真正甲伊讲信，讲安尼呢，你就是为人是恶，就是讲替我做皇帝的人呢来是恶，是讲什么意思？就是讲你虽然无到甲放来，但确实在个所在来替我来实现，讲国之皇帝，讲安尼呢，就做会堂大师你就是一个国家的皇帝。这个福田者，就是讲，伊伫咧受福，将法师中者出来，就是讲，由这个法来去种迄个福，种迄个福呢，就敢若像一个田，所以福田。咱普通伫咧布施，种福田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点就是这个，你讲迄个田咱无论是讲该种菜，还是讲播土种蘑菇种，你即马这个种子该压落了，你即马就大长，也慢慢来收成。你这个收成呢，比你下落去迄个种子才比在，你比如讲。这个菜籽来压落了，就发迄个菜一大堆食。你这油甲布的话，切啊是一大堆。那这个名佫是讲好多年的意思，就是讲你该种就较种，收就是较少。这就是表示讲咱伫咧做福，咱呢所做的福可能是较少，但是咱会当会得到较大的。迄个因呢虽然是少啦，但是果呢会当真正。即摆直接讲会堂大师你就是一个国际皇帝，也就是讲你呢就是替国家呢做福，下面讲书足证，
中也可能是对方搞的，所以才也讲才会书就是自己的事啦。讲要做回大师的理念，就敢若参像这个正统正理，证明就是在指无极技术。这个无极技术名叫做统正理，这个理就是讲理的啥？就是讲这个无极技术呢，伊在理的啥迄个所在，伊就讲伊哪个的观点。这是在规模经营地主品3内底啊。在地主品内底来讲，米是永者秘诀，思念深植从细尊大慈啊，有所在。不敌其意，即无下流意行的即在地主无叫地主品内底所讲，是讲在迄个时阵啊，有一个永者秘诀，伊自己心肝底大咧想啦，讲我呢，就。加做讲这个话题，也在变成所在。也分的是大智大悲，绝对也的慈悲心的管教，伊绝对不会讲，这是害人讲。也分的确确实实来了解伊心理，就对舍利弗讲来讲，舍利弗啦，你去看有无这个是病，心安啦。那这个所在为什么名叫做统正呢？这个托这个意思就是讲加少身体破的病，不，有无个意思？伊是毋是本身有病？实在不是本身有病。所以一个问伊讲有无个意思啊？你是安怎伫咧看病？众生有病，所以才有病。那众生的病到底是什么款的病？众生的病就是烦恼病，就是众病。因为众生呢有这个病的颠倒的烦恼。为么个意思呢？伊就假讲伊就也不来睇，就在迄个所在，不来，一当讲说法。不过有么个技术当然是啦，统正在伊个所在，最主要也就是解决遐个小心，遐主要含一当分享落来。因为咱细阵知影有么个技术的用。所以就先叫舍利弗。舍利弗讲伊毋敢去，叫这小乘阿罗汉叫来叫去，伊就毋敢去。为了叫这菩萨，这菩萨无去，无叫你所在来。那你甲伊讲无几句话呢？种去互你，多当然我就无去，所以我毋敢去。所以大家讲来讲去毋敢去。那毋敢去表呢？只好啊，咱细阵的子弟啊，就带领伊在地主来去看。去看有无个技术的病，有无个技术伊所传的自然精神的释放，所以是。但呢，有无个技术知影讲咱细阵要带一只地主，所以在一顿释放迄个房间一间厝内室内，就放了84000钟，也分甲伊只地主呢。无拢伫咧在迄个事对，毋过呢，迄个84000宝座也无属较少咧，规模中是也无大，风就较大，确实啊，84000宝座也在咧里面。也有来到这地主高无由于在迄个规模中是内底啊，结果每一个都会当点遐钱，点遐咧细阵的家己说法，点计是帮助来不啦。鼓励小心点。那这呢，若是咱一般听着讲世间道理，也一间厝室内只有一顿四方，要咱84000宝座。84000宝座，咱即摆讲一个，互咱容易了解话，就等于讲，放了84000粒米啊，宝座较米啊，事实上，宝座面积是米啊较大哦，就是讲可能真侪米啊米。你看，这个一顿的重视，你若讲可能10张椅啊，10条椅啊，就差不多10个钟，你若可能84000呢。那国家制度遐尼正，就是免咱用入来底呢。而且这个有重视也无控中较快，这个人也无较细汉。
这就表示道的事来分解。为么重视这是一个事实，遐医也嘛是一个事实，人的身躯嘛是一个事实。遐尔正少的为么重视，然后用了遐尔正济物件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少内底当包含的话，也可以讲就是一种的大小应该。为么这意思呢？你来显这个考试的系统，主要目的就是要来鼓励当时的修行，因为一寡在修行里面拢就是只顾资料，伊咱现只是较简单的一句讲就是自私。因为讲这个世间真痛苦，赶紧啊，你是了先出来给他做快，这个不是咱世尊出现在世间的快，咱世尊出现在世间的关怀，咱世尊的本身就是发心这个教众生，所以也就是希望这个菩萨这个法会当参有咱的教众生，因此呢就拓展在历史啊。即马伫遮即个中宗皇帝称赞中宗平台所讲你呢，就敢若像为何经意思啊，也加化美者是共款。恁讲千用大乘人，愿助行大款。讲事实上呢，你呢就是千乘，千用大乘讲，就是讲你呢。事实上，就是在迄个所在，伊内底弘扬大乘法，也团住心。这个团住心，就是讲来团住我的心中。那团住的心中，也就是团保历代祖师的心中的意思。我心中是啥呢？就是积极心，见性心本，也就是团相中的力。讲当不一法，当时呢，你就做平台时的所当的，就是这种不一法门。这不一法门就是绝对是上厉害，所以法在规模经的不一法门品内底关的理财，讲文殊师利不定见，我定国说，真假妄说，定是无善，是规模见并且文殊师利看惯，现在乃至有问题，是真问题。在规模经的不离法门品，这所讲就是讲文殊师利三人来对我这个说法。公馆的每一个人，讲出了个人自己所了解不离法门。讲这个不离法门呢，乃是将这个来讲起菩萨讲，但是事实上，这阿罗汉就是讲菩萨所讲的不离法门，业力啊是真深，应该是真深。上师是讲参照无的意思所讲的不离法门，事实上呢，也不是一个有理。当时阵文殊菩萨就问这个意思，阮大家已经将这部法门讲了啦。仁者当说无定是菩萨，讲这就换你爱讲咯，换你爱讲什么啊是菩萨的这个菩萨的不离法门到底是啥物？讲出来。迄当时阵呢，规模的意思。这个标准不就是讲点拢无讲出来，在前面啊，这个阿罗汉啦，这个菩萨呢，拢讲出来，菩萨咧是不离法门拢讲出来。但是到这个文末结其实一句都无讲，别出来。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就来赞叹我，现在，我爱你。
这是真点一直去。现在本来是真好意思，不过在这衰应当的来讲，是真去。讲哪一天呢？有这个点。讲呢，你呢无这个问题，你会讲啊，讲是真。我呢都是实实在在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既然叫我做不疑法，你以这个语言文字来解释，安尼呢就变成了用在这个对谈对讲中，就未当叫做真。我你比如讲，咱来讲这个真如性，真如性是不成不变。那事实上，你讲来讲去，只是你一种语言语，你所讲的这个语言呢，当然啦。真如实性的语言，真如实性的本体应该呢是离开了言说上，离开了心理上，离开了理上。就是讲，迄个实性的本体是语言，是文字，也毋是你意识上呢可以改变。那么，既然袂当用个语言来解释，安尼这个逻辑其实变成那么，以这个标准来啦，也正就是表示讲，真不疑法还是不可算。所以伫这个所在当中呢，大家赞叹着做是啦，讲是团结心来大法。那这个团结心当不疑法在定，就讲。做起来就是讲啦，讲我说不行不变成本无性，因不变。就是讲本来是无性啦，所以就是不变。这个都无性的法喏。还是讲在前面所讲的讲明与不明，还有变异，理解了是无依之性，这是实性。或者是前面所讲烦恼就是无定。这个处处拢就是变，天是不理，所以当中呢，就赞叹。不再讲时间传输真相讲这个时间呢，伊将你将你为了大师所知道、所教授的这个主大意见系啦，就是讲。这个时间呢，确实啦，将你所讲的这个话来反转。那这个主来意见，这个意见就是目睭所看，也心肝所知这个意见。但这个意见，这个所在呢，加出来这个意见，也可以讲就是咱众生的意见，甲佛的意见不同。当然啦，咱众生是一起。所以，咱众生目睭所看的错误，心肝所了解也是错误，也不有智慧，所以我哋目睭所看的，也我哋心所想的完全正确。这个如来意见甲众生意见到底区别在哪里呢？咱众生的意见就是别，就是妄，就是别；那我哋意见就是魔，就是假。我哋意见乃是一种平定。所以在里面跟来电讲啦，讲意见立这个问，意见无言是这个案，就是讲咱在这个意见的上面这个咱就是问，也无意见，迄个意见是点样？事实上，这几句话你若是较简单讲起来，就是讲咱众生呢，处处拢是无变，也分呢是无这个邪念无这个。虽然是讲无这个光亮分别，确实有智慧用，这个是自然理解，这个自然理解时间呢，已经将叫做大师迄个所在啦，咱就叫做时间传输真相自然理解。最近是听讲，就请各位讲在一分钟。